一張城堡啊，一張城堡，跟住咧呢一張就第二張，即係你就比較下，你覺得兩張邊張更似係 AI？我估呢個係 AI。咁唔真實咯呢個城堡。我覺得城堡嗰張係似 AI 多少少。佢呢個太陽佢呢個位咧，佢喺左上角嗰度噶嘛，佢正常照落嚟咧，佢點解佢下邊佢即係呢個城堡上面仲要開燈咧？太陽佢呢個射落嚟咧係明顯係有陽光反射，水面嗰度係有反射。咁其實咧，真嘅張係呢張。你已經賺咗50蚊喺度。死啦！我做女婦嘅點算啊？好，跟住咧就係唔知你去邊個？唔知就有啲難，有啲難。有啲提示就係陰影同字。但係諗下呢啲似 idol 啦，佢哋 idol 咧啲頭髮應該好靚㗎，係咪啊？係啊。你最後選擇呢張。係啊。係。你哋啱啦，係，你哋都啱嘅。咁恭喜你哋，你哋已經累積到100蚊啦。玩電競嗰陣咧，就成日咧會聽到人哋講 APM。咁嘅 APM 係量度緊選手嘅咩能力咧？我哋係咪要好學術性咁樣？第一，冇啲啊。第二個係咩啊？手長第二個速。每分鐘個選手可以操作幾次？唔係喎，咁應該係 per 咩喎？正確答案係 B 啊，係手速，因為佢嘅英文 APM 就係 actions per minute。你個方向好準啊！最後一條咧就係關於最受香港學生歡迎嘅升學嘅國家啦，去海外啦，估下第5個係邊個？頭4個係好易估，但係而家爭一個有啲。究竟佢都係會喺講英文嘅地方啊，定係唔講英文嘅地方咧？我覺得似係英文。我聽人講話德國好似有啲免費嘅 scholarship，但係德國係咪講德文嘅應該？所以紐西蘭，我都覺得可能係你哋都係啱嘅，係紐西蘭。澳洲附近啊嘛，唔同嘅家長或者學生都會 prefer 去紐西蘭讀咁樣。覺得 AI 同電競好神秘，想知道點樣入行或者點樣提升學習質量？7月4至5號，第32屆香港國際教育及職業展會喺灣仔會展舉行，到時會有關於 AI 教育變革、電競專家講座，仲會有海內外升學、本地升學、DSE 放榜形勢分析同埋 JUPAS 改選攻略講座，而且仲係全部免費㗎。約定你7月4至5號一齊灣仔會展見。